你要是照顾不好他，就别在这待着。这个也可以调整一下。在这儿吗？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有点太满？周燕青，你不要命了？哎，先别动，我先拍个照，发个朋友圈。这可是跟老板邀功的好机会。所以你就拿自己身体开玩笑？哎呀，就是回点血而已，多大点事儿嘛，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这丝毫不影响我该吃吃，该喝喝啊。来了。你要是照顾不好他，就别在这待着。他不需要你。师弟是来帮我画背景的。周建清，你的病房里不许再出现话剧。你要画，出了院再画。可是我马上就要截稿了。你还不出去？我没注意到吊针，是我的错。那你呢？你把他一个人丢在医院，回来就是一通抱怨。你尽到了一个作为他未婚夫的责任了吗？不是。你着急忙慌的想把我赶走，行。那他的工作怎么办？你知道漫画对周建清来说有多重要吗？所以就可以连他的健康都不顾了，是吗？你真的了解周建清有多喜欢漫画吗？只要靠近那么一点点梦想，他就可以拼命撑到底。如果因为今天你的疏忽，让他丢了工作，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多难受？拜托了，这稿子对我真的很重要。要不是有张颖在，我今天真的要开天窗了。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，我会死的。你坚持要把这画给我画完。赶紧画。快！Yes， 死线求生，完美！太好了。那你现在可以走了。哪有你这么感人的？那我明天再来看你。那你慢点啊。都跟你说了不能吃薯片。那我吃辣条。辛辣也伤胃。这些都哪儿来的？张颖贡献的存货。所有都不能吃。那我还能吃什么？清淡饮食。水果。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我是你甲方，不用跟你讲道理。